主后2024年7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敬畏是亲近上帝的态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15章第1节到10章第3节。大卫伫大卫城为家己起几若间宫殿，搁为上帝的约柜准备所在，搭一个布边。迄时大卫讲：利未人以外，毋通有人扛上帝的约柜，因为上主经利未人扛伊的约柜，搁永远服侍伊。大卫调集以色列众人来耶路撒冷，要将上主的约柜扛来伊准备的所在。大卫搁调集阿伦的后代甲利未人，各哈的后代有首领乌列甲伊的亲族120人，米拉利的后代有首领阿珊雅甲伊的亲族220人。吉顺的后代有首领约尼甲伊的亲族130人。伊利撒反的后代有首领示玛雅甲伊的亲族200人。希伯伦的后代有首领以利业甲伊的亲族80人。乌瑟的后代有首领阿米纳达甲伊的亲族112人。大卫调祭司撒督甲阿比亚他以及利未人乌列、阿珊雅、约尼、示玛雅、以利业甲阿米纳达来，对因讲：恁是利未人的族长，恁甲恁的亲族着家己圣化归上主，才通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约柜扛来我为着伊准备的所在。因为恁前迄遍无扛约柜，嘛无照规矩求问伊，所以上主咱的上帝受气攻击咱。对安尼，祭司甲利未人为着要将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约柜扛来，就家己圣化归上主。利未的子孙照上主吩咐摩西的命令，用扛上帝的约柜伫经头顶。大卫吩咐利未的族长分派因的亲族负责唱歌、用琴、瑟、甲钹、奏乐，大声欢喜唱歌。利未人就派约尼的囝希曼，伊的亲情比利家的囝阿撒，甲因的亲族米拉利的子孙中古沙雅的囝以探。第二班有因的亲族撒加利亚、阿士、示米、拉米、亚赫、乌尼、以利亚、比拿雅、马西雅、马他提雅、以利非利户、米克尼雅，以及各门的俄别以东甲亚利。安尼派唱歌的希曼、阿撒、以探、拍钹、伴唱，搁派撒加利亚、雅士、示米拉米、亚哈、乌尼、以利亚、马西雅、比拿雅、单色、调用少女，搁派马他提雅、以利非利户、米克尼雅、俄别以东、亚利、阿撒西雅用琴指挥调讲8度。利未人的首领基拿尼雅负责音乐，
以精通音乐，甲人唱歌。比利加甲伊利加纳是约柜的首画。祭司是巴尼、约沙法、纳坦业、阿玛赛、撒加利亚、比拉雅、伊利以谢，伫上帝的约柜前分喇叭。俄别以东甲亚希亚嘛是约柜的首画。对安尼，大比甲以色列的长老、指挥官拢去俄别以东的厝，欢欢喜喜将上主的约柜对遐接来。上帝帮赞跟约柜的利未人，因就献公的牛7只，公的羊7只。大比甲跟约柜的利未人，负责音乐的基纳尼亚以及唱歌的人，拢穿幼麻布的长衫，大比阁穿幼麻布的衣服得。安尼，以色列众人欢呼，分扫角，分喇叭，拍钹，弹琴，弹瑟，跟上主的约柜上来。上主的约柜入大卫城的时，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对窗仔看出去，看到大卫王也跳也摇，就看轻伊。这个利未人跟上帝约柜入去，下伫大卫为着约柜搭的布边内面，搁伫上帝的面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大卫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了后，就奉上主的名甲人民祝福。伊阁分物件互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大人一块饼、一块肉、一粒葡萄干圆。敬畏是亲近上帝的态度。生命的困扰是咱欢欢喜喜为着某人去做某项代志，原本掠做对方会真欢喜，结果却惹着伊无欢喜，也互咱感觉莫名其妙。生命的冲击是料想袂到的意外发生，有一寡是别人出错，致到咱遭受损害、受误解、得痛苦。有一寡是无缘无故发生，互咱摸袂着头绪；有一寡是咱过头热心，越过线，承接咱担当袂起的责任。阅读历代志上卷13章，特别拍算运送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故事，互人感觉困扰。甲顶面经历类似，特别原本欢喜为上帝做一项美事，要迎接约柜这个象征上帝同在的记号到大卫城耶路撒冷，通互伊搁较容易亲近上帝。咱毋知影为虾米上帝互这个代志变做悲剧。即选一位好同工，即件代志却互大卫明白，敬畏是亲近上帝应有的态度。历代志上卷15章，大卫搁再一遍举行迎接约柜入耶路撒冷的圣礼典，无搁再亲像顶遍安尼诉诸民意的赞同，看重众生的护卫迎接，却忽略伴随伫约柜边的服侍。大卫当当时的做法无周全，导致忙乱中出意外，互乌撒承受无妄之灾。即便大卫心中找来2位祭司、6位利未人，带领一阵服侍团队甲圣咏团，对因讲：
恁是利未人的族长，恁甲恁的亲族着家己圣化归上主，才通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约柜，将来我为着伊准备的所在。因为恁前一遍无将约柜，咱嘛无照规矩求问伊，所以上主咱的上帝生气攻击咱。大笔第一遍迎接约柜，是为着要处活人，包括照上帝的荣耀占光，环境的结果却是悲剧。第二遍迎接约柜，大笔体认家己就算是王，伫上帝面前也不过是人，所以毋敢搁再逾越，用分别为圣的敬畏态度恭迎约柜。对伫受领到巴比伦有机会转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来讲，当因有机会搁再伫上帝圣殿献祭，代表第二遍迎接约柜的故事，为着因提供警语，小心上帝，若无上帝诚做恁的危机。上帝的确是慈悲仁爱的上帝，但是咱还是爱分别为圣，用敬虔的态度有备家己，严肃找求伊，才会当聆听，进而遵行伊的旨意。人生总有突来的意外、挫折困扰着咱，诚侪生命的危机，危机所带来的创痛，当下会互人产生迷惘、困扰，导致人际关系破裂，甚至受挫，搁互人甲上帝疏远。假使咱就此伫创痛中间就迷失，所唱的将是一场悲歌。假使咱甲创痛当作是契机，愿意接纳无明的未知，勇敢去面对，所谱写将是未来人生的欢喜舞曲。默想，创痛是生命的一个机会，互咱通得拥有一个诚做无共款的人的机会。创痛是生命的一个机会，互咱得以拥有一个诚做无共款的人的机会。做伙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愿你来，含上帝你大能的约柜，有律法石板的教导，恩典吗哪的勇气，阿伦发芽管影的护卫，做伙进入阮的会幕。愿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竞选使用阮，搁定义永远踮遮徛起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